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18章。当以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阿第3年，亚哈斯的囝希西家开始做犹大王。伊继位时2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比雅，是撒加利亚的查某囝。希西家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照伊的祖先大笔一切的所做。伊废除山头坛，毁坏石条，做阿舍拉的雕像，拍碎摩西做的铜蛇，因为迄时以色列人还对铜蛇烧香，叫伊做尼弗士但。希西家倚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伫伊以前甲以后的犹大列王，无人会当甲伊比。希西家对上主忠诚，无离开伊，接受上主所命令摩西的诫命。上主甲伊同在，伊无论去倒位，所做的拢顺利。伊背叛亚述王，无搁服侍伊。伊打败非利士人，直到加萨甲四围的地区，对简单有守望台的庄舍，到有堡垒的城。希西家王第4年，就是以拉的囝以色列王何西阿第7年，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攻撒玛利亚。到第3年年尾，就是希西家第6年，以色列王何西阿第9年，撒玛利亚受攻破。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，互因住伫哈拉、歌珊地区的哈卜河边，以及米底亚人的城。因为因毋听趁上主因的上帝的话，违背伊的约，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因的，因毋听趁，毋遵守。希西家王第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坚固的城，搁甲因占领。犹大王希西家派人去拉结见亚述王讲：我有得罪你，求你撤军离开我。你无论要求甚物，我拢答应。对安尼，亚述王发犹大王希西家银10000公斤，金1000公斤。希西家就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银拢予伊。希西家阁将上主圣殿门顶的金，甲伊家己包伫条顶的金拔落来，交予亚述王。亚述王对拉结派元帅、将军甲总司令，带大军去耶路撒冷希西家王遐。因上来到耶路撒冷，徛伫上池的水沟边，伫票布场的大路遐。因大声叫王，就希利家的囝宫廷总管以亚敬、书记谢宾那，以及阿萨的囝士官约押出来见因。总司令对因讲：去甲希西家讲，亚述大王安尼讲，你咧靠说甚物？你想讲有这了甲军力，其实是碰风的话。到底你是靠啥人，竟然敢反叛我？你所倚靠的埃及，是一支长去的路竹仔管，人若靠伊，手会互伊插入去。
所有瓦克埃及王法老的人拢会安尼。你若对我讲，阮瓦克上主，阮的上帝，希西家减毋是有废除上帝的山头坛甲祭坛，佮甲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，恁一定着伫耶路撒冷即个祭坛敬拜。打来甲我的主人亚述王相输，我互恁2000只马，恁减有法度找够野的人通骑。若无法度，恁哪会当拍败我的主上细的一个部下？恁减要搁瓦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。现在我来攻击毁灭即个所在，减毋是上主的旨意。上主亲身甲我讲，上去攻取即块土地，甲伊毁灭。希勒家的囝以亚敬、舍兵仔甲约阿对总司令讲，请用阿兰话对你的仆人讲，阮听有。请毋通用希伯来话讲，惊了互城墙顶的人民听着。总司令对因讲，恁想讲阮主人找我讲遮话，只有要互恁甲恁的国王听是无？毋是，我嘛要讲互城墙顶的人听，因甲恁共款，着食家己的粪，啉家己的尿。总司令搁徛起来大声用希伯来话话讲，着听亚述大王的话。王安尼讲，毋通互希西家骗去，因为伊袂当救恁脱离我的手。伊叫恁信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咱，这个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。毋通听希西家的话，亚述王安尼讲，甲我讲好出来投降，安尼恁逐个人就会当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啉恁家己的井水。听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。亲像恁的土地有五谷甲新酒，有米酿甲葡萄园，有橄榄油甲蜜，互恁活长岁寿。毋通互希西家骗去，伊讲上主一定会救咱，恁毋通听伊的话。万国的正神明。倒一个要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？哈马甲阿尼伯的神明伫倒位？西法瓦因、希那、以我的神明伫倒位？因减有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？这个国家的神明有倒一个要对我的手救出伊家己的国家？安尼？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毋过人民拢静静无应半句话，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应伊。迄时，希勒家的囝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舍兵仔甲亚萨的囝史官约阿。拢拆裂因的衫，对希西家报告亚述的总司令甲因讲的话。